站上机器，依照指示单脚站立、原地踏步，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精准分析足压与步态，及时生成图像化报告，呈现重心偏移、压力集中与步态协调度等数据。奇美医院与产业界合作，导入智慧足测系统。足部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。我们说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有脚。还有腿部的健康，那才是我们这个人生有强健的第二个心脏。不少民众可能因为久站或是不正确的走路姿势，引起脚的疲劳或是足部关节不适。临床上也大致归类3种典型族群：糖尿病族、职场站立族以及运动爱好族。不是足底筋膜炎、拇指外翻，就是扁平足、高足弓，这些状况都可以透过姿势调整，使用好的鞋垫或辅具加以改善。我们从我们擅长的鞋类到客制化的一个鞋垫呢，我们希望带给国人呢永续的行动力，然后我们就自诩我们要来做足健康的事业。业者会提供经过科学验证的鞋垫鞋款，替每位民众量身打造最适合的日常鞋具。不过较严重的患者还是得建议安排进一步医疗检查，及早发现潜在足部问题。记者收海台南报道。